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来到第44天，双方的步行嘛一一来献光。除了俄罗斯来屠杀着乌克兰的百姓之外，纽约时报嘛播出着影片，是这个乌克兰的军人杀害着重伤的俄罗斯的士兵。两个着重伤的俄罗斯阿兵哥倒伫咧涂骹剩一块石啊。Смотри, он живой еще, он хрипит уже. Ну все, он хрипит уже. 乌克兰阿兵哥无解救，佮解单死，结果俄罗斯阿兵哥袂顶袂动，两军拼一个生死，有人一定会牺牲。毋过，甲重伤的阿兵哥单死，佮记录规个过程，这就是乌克兰有部分的军人存在军纪问题。 Слава Украине! Героям слава! 啊！俄军伫咧布查镇杀老百姓，可派画面，互全世界人拢真惊吓。其中一个当地人骑脚踏车刷去俄军的战车单死，这件代志有新发现，死者的手指头啊擦甲真水，是一位美妆师。看到相片认出是52岁当地人费琴娜。He drew a heart on her finger because she started. 看费琴娜伫咧网络分享相片影片，会当看出伊真爱水，佮活泼。不过战争发生了后，人生总一个变调。费琴娜伫咧3月初互害死，倒伫咧街仔路要1个月，才互调查出伊的身份。伊的查某囝当伫咧想办法找人斗相共，互伊的妈妈会当紧立土为安。It seems to them that there is a strategy of spreading fear and panic at work with the Russian troops. 德国民警就刊报道，德国联邦情报局查到俄罗斯军队无线电通讯，一寡阿兵哥因之间谈话内容竟然和发现尸体的所在对同，而且德国阁发现俄军枪杀老百姓是有计划伫咧制造恐怖气氛，想要爱全民导航。And it's important because as far as I'm aware, this is the a very early example of. Evidence potentially that could link Russian forces directly to a specific killing. 进前俄罗斯方认为超工暗砍俄军伤亡数字，不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最近接受英国媒体访问，总算承认俄军损失真大。虽然伊无讲出一个数字，不过欧美军情单位估计，可能上少1万的俄罗斯阿兵哥战死在乌克兰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